今日教大家華姐拉腸，今天教大家華姐拉腸。首先醃肉，首先醃肉，俾一匙羹生粉，俾一斤生粉，豉油、豉油，料酒、料酒，俾鹽、蠔油，撩勻佢，撩勻它，俾水落去開煎米粉，俾水落去開煎米粉，開到去結塔塔就 OK 啦，開到結塔塔就 OK 啦。加開水，再加啲開水，噴啲油落盤篤，噴啲油落盤篤，掃均勻，不漲。俾肉，俾啲好似你頭咁綠嘅葱，俾啲你頭咁綠嘅葱，水滾放落去蒸2分鐘，水滾蒸2分鐘，睇下得未先，鏟起佢，鏟起來，坐屋企自己做特別多肉啊！做屋企自己做特別多肉啊！加啲豉油，8蚊雞嘅成本可以吹出10幾碟，8塊錢嘅成本可以吹出10幾碟。好食過屋企樓下啲腸粉店，好食過樓下啲腸粉店，very good。